消化系統。你有惡心、惡心、作嘔、嘔吐、嘔吐、腹瀉、肚屙、便秘或者大便有血嘅症狀嗎？你描述嘅症狀符合胃酸倒流。胃酸倒流即係胃酸流返出食道，灼傷食道嘅上皮細胞。一種叫做質子泵抑制劑嘅藥，可以幫助減少胃酸，從而緩解胃灼熱。我擔心你嘅胃潰瘍可能係由幽門螺旋桿菌引起。潰瘍危險在於有可能會發展成為胃或者十二指腸穿窿。綜合代謝檢查報告入面，我睇到血液裡兩項肝臟酶嘅濃度升高，咁可能表示有啲肝細胞死亡，因為你有肝炎和脂肪肝嘅病歷。我哋應該謹慎啲做肝功能測試。磁力共振顯示你嘅胰腺裡面有一個乒乓球咁大嘅腫塊，腫塊塞住咗膽管，導致你有黃疸。為咗確定腫塊嘅病理，我建議做超聲波。
引導刺，針刺活檢。